姐姐，點解你隻手一笪笪嘅？因為我有白色病。咦，姐姐隻手咁肉酸嘅。姐姐，喂，有皮膚病就啦，一傳俾我咁點算啊？一傳俾我咁點算啊？咦，心月，身體上嘅白斑越嚟越多，旁人嘅眼光同閒言閒語，好似針一樣吉住我。我覺得自己好似俾呢個世界拋棄咗咁，連抬頭望住人嘅勇氣都就快冇啦。事實上，白蝕症雖然唔係一個致命嘅疾病，但係皮膚上面嘅白斑往往為患者帶嚟好多生活上面嘅不便。由於社會人士對白蝕症普遍認知不足，往往以為白斑係會傳染嘅，咁所以佢哋好容易會產生咗一啲標籤同埋歧視。患者喺生活上面、工作、學習以至休閒活動，其實都會受到呢啲不必要嘅壓力。佢哋一方面要照顧皮膚上面嘅白斑，另一方面又要照顧情緒上面嘅壓力，往往都會影響咗佢哋嘅生活質素。而呢啲影響往往喺年輕嘅患者裏面就更加明顯啦。